居屋按揭點做到100%成功批核？宏志苑、裕興苑、朗天苑、啟盈苑、錦柏苑、樂嶺軒就快入伙。各位業主做咗按揭未？如果淨係做兼職、現金出糧、冇收入證明等，會唔會做唔到居屋按揭？其實申請居屋按揭係免銀行入息審查，無需通過供款與入息比率測試，就算冇入息證明都申請到。綠表人士最高可申請9成半按揭，白表人士最高9成按揭。房委新居屋即使申請高成數按揭，亦無需透過按揭保險計劃支付保費，仲可以慳翻筆。今次我哋經絡按揭提供居屋按揭優惠，全期按息低至 H+1.3，封頂息率3.25，有最高現金回贈，仲有綠色按揭獎賞，兼享高息全息戶口。揾經絡按揭申請，批核率近100%。而家經我哋申請按揭，肯定仲有驚喜。即刻揾經絡按揭啦！